一個話去就去嘅地方，困難重重。由巴拿馬坐飛機嚟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，大概需要2個鐘頭。好興奮啊！我而家到咗委內瑞拉啦，多謝自己堅持啦，所以買機票啦，訂好晒嘢啦。其實要嚟呢個決定，最緊要係你說服咗自己一定要嚟嘅話，你就 go ahead 咁樣啦。嚟委內瑞拉主要係為咗去睇天使瀑布，要再搭一程內陸機，所以先喺首都加拉加斯過一晚夜。早晨，而家就出發去 Angel Falls，喺呢度卡拉卡斯飛過去卡拉馬，要飛1個鐘頭啦。咁啊好早，而家係5點幾咁樣啦，因為佢班機7點咁樣啦。其實我好期待 Angel Falls 呢個行程嘅。某程度上嚟委內瑞拉都係為咗去 Angel Falls，因為而家係 dry season，所以好似話嗰啲水量係冇咁勁嘅，咁所以都係唔好咁期待啦。每一次期待都係會唔係幾好嘅，所以可能都係平常心就算啦。預先問好咗4日3夜嘅 tour， 包埋住宿同埋機票，大概需要1100蚊美金，費用都幾貴。加上委內瑞拉係受制裁嘅國家，要預先俾錢就有啲麻煩啦。一落機就有員工嚟接送，住嘅地方距離機場大概5分鐘路程，前後有2晚都係住喺呢一度，個人感覺都唔錯。講下點解咁想去 Angel Falls。我第一次接觸喺呢個地方咧，其實就係睇一啲日本嘅書啊，咩世界100大絕景啊，就接觸到 Angel Falls 嘅地方。咁我就覺得哇，好靚喎！世界上面最高嘅瀑布咁樣啦，所以我就好想即係親自嚟睇一次啦。咁後來咧，我先知道原來沖天救兵入面嗰個伯伯咧，想同老婆去嗰個地方咧，原來就係 Angel Falls。嗰陣時我睇嘅時候，我係唔知道嘅。後來再要嚟呢個地方做 research 嘅時候，我先發現原來就喺呢度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哇，一定要嚟啊！點都要嚟一次。委內瑞拉最出名嘅係蓋亞那高原，有過百座嘅卓山。主要喺卡拉馬國家公園入面，因為頂部非常平坦，所以就被稱為卓山，係南美洲獨特嘅自然景觀。今次去嘅 Angel Falls 亦都係位於其中一座卓山。國家公園入面有好多瀑布，第1日嘅行程就係遊覽其中3個。由於石頭都好滑，所以行嘅時候會將鞋收起，仲要着住襪嚟行，但係都依然好跣。唔係講笑，冇諗過玩到咁大，要咁樣濕身法嘅。哇！好變態啊！打風嘅問題都未。
Angel Falls 係要坐3個鐘頭船，再要行1個鐘先到嘅。希望一切順利啦，因為聽到應該都好攰。3個鐘嘅時間，坐住艇穿越一片叢林同埋激流，即刻諗返起冇幾耐之前喺亞馬遜嘅時候。由於去嘅時候係旱季，條河嘅水流同埋水量都唔夠。如果係男仔嘅話呢，就預咗要落艇幫手推啦。呢個位因為過幾都過唔到，所以而家要落船行過去。困難重重。喺度開餐。好，gracias。Ah, el jamón. 4個鐘以後終於到咗啦，揸艇嘅人就仲辛苦啦，其實我都係坐啫。我哋都唔好講辛苦啦，其實真係係有啲攰啫，坐到。咁就到咗啦，全世界最高嘅瀑布 Angel Falls， 好遠咁樣睇，基本上等於2座台北101大樓咁高啦。咁所以其實你幻想下瀑布呢，啲水喺上面流到落嚟呢，基本上去到中間呢已經係蒸發咗㗎啦。可能喺個底嗰度呢，都係只係感受到啲落雨咁樣啦。今晚唔瞓呢啲吊床，我其實咩情況下應該都瞓得着嘅。其實我好眼瞓，我今日坐嗰個船坐到好攰，我已經喺嗰個艇嗰度瞓着咗好多次，所以應該冇問題嘅。早晨，咁啊而家6點啦，咁就要起身食早餐，跟住就去 Angel Falls。一出發就咁大整嗰啲石頭係跣到嘔，難度重重啊！唔係我哋想嚟就嚟到啊！我諗 Angel Falls 暫時係我今次呢幾個月最辛苦嘅一個行程。佢唔係話你坐完船搭完車捱幾個鐘就到，而係你到咗仲要再經歷好多嘅挑戰，你先可以去到嘅。今日仲要落雨添，因為我應該唔會再嚟下一次啦。我而家內心咧，除咗期盼住睇到 Angel Falls 啊，另外咧，我係好期盼住今晚沖熱水啦，因為琴晚冇得沖涼啦。有啲嘢咧令你堅持落去，咁你就堅持到啦。我而家嘅堅持就係沖涼。聽講有90%嘅時間 Angel Falls 都係俾雲霧遮住，所以呢睇唔睇到呢就真係靠運氣啦。行咗個半鐘，仲有1個鐘就行到啦。睇嚟今日都係運氣唔好㗎啦。而家期望佢片雲就好深啦，讓開一陣啦。我唔想喺委內瑞拉有遺憾。如果唔想行得咁辛苦，或者近距離啲睇，你仲可以選擇坐直升機，大概500蚊美金一次。
Angel Falls 嘅高度有979米，由於瀑布太高嘅關係，啲水基本上未到底就已經霧化。而佢個名就係源自一位美國嘅飛行員吉米安克爾。1933年，佢喺揾黃金嘅時候，意外發現呢座瀑布。哇！聽到大家嘅呼喚啦，嗰啲霧終於散開啦。如果冇頭先嗰10秒、20秒嗰啲雲散開咗，我未必會咁珍惜好天氣嘅時候。我諗係要我學到呢個道理嘅。如果係雨季嘅話咧，呢度係基本上都係水嚟㗎。Angel Falls 終於出現啦！我係一定唔會忘記眼前呢一個美景嘅。多謝你啊 Angel Falls！我覺得每一次去旅行都總會有好嘅時候，有唔好嘅時候嘅，即係好天氣啊，唔好天氣啊。咁我諗今次 Angel Falls 俾我嘅教訓就係要記得好嘅時候咯，係啦。譬如我喺馬丘比丘嘅時候係，哇嗰種感動係，可能而家過咗1個月，可能已經遺忘咗㗎啦。再一次提醒我要好珍惜好嘅時候。唔好嘅時候就記住好嘅時候，你曾經擁有過、經歷過，唔好忘記嗰份感動。